不要责备他们，因为他们也不想得。万一哪一天是你被确诊怎么办？你也需要人家的关爱。所以这首歌是的出发点，就是我希望能够有每个人都有一个良善的心，然后彼此都有爱，然后拥抱别人。当然现在不能拥抱了啊。那现在呢，我们希望能够把爱传到每一个角落，然后跟他说加油 ，Good luck。对每一个原住民，每一个台湾岛上的每一个人呢，都给彼此加油。我们一定可以度过这个疫情，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继续爬山，继续唱歌欢唱。这不久的将来，一定可以的。加油，大家加油，加油！所以inu ka alang suho gatkiak bala gaki ayu heya所以inu ka sam suho minken alu nanikan sabahmu O kana teluku makalau seluan Ana cistaman ana damehidang Ia bisa hengi mendawa kasunan Nikan Palu kena ado Bekanun sona biar朋友，大家好，我是芷婷，然后很荣幸参与这首《有爱》的这首曲子的编曲跟演奏。然后特别在这个编曲里面加了一段小提琴的经典名曲《爱的礼赞》的一段旋律。然后就是希望这个，因为让大家因为爱自己，然后爱家人。爱所有的人，然后可以一起度过这个疫情的难关。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曲子。哦，你我都一样，为了追求那理想，也许你会孤独，也会感到迷惘，但千万要记得那遥远的呼唤。要拥有他们的爱，你才会得到力量。Oh kana teluku menghalau seluan Anak cistaman anak damehidang Ia bisa hengi Sunan nikan palu kena ado Bekanu sona biar Oh kana teluku menghalau seluan Anak cistaman
あなたmedan ia bisangi melawa sunan nikan balu kena ado pekano sona biar多一点同理心，多一点爱，我们我们一起加油。 更别大，1、2、3，多多一。